后来拄则指挥官陈时中有讲到高雄疫调的争议，就是咧讲咱刷落来要讲的这件。这个高雄市伫昨增加9例确诊的个案，其中指标个案就是来自新北市，就是这例，互市长陈其迈真生气。痛骂新北市疫调无实在，嘛无提供资料，害伫北部文子宫病院的群组感染拖落来下港。 因为高雄这个指标个案5月24有到文子宫病院住院开刀，毋是甲确诊者住伫同一间的病房，是住伫个隔壁间，但是嘛去互人画着，嘛因为安尼造成家庭的群组感染，总共有7个人患着病毒。啊，这个文子宫病院回应讲，拢有依照指挥中心的规范，因为高雄迄个病患毋是密切的接触者，才无甲控列，但是有要求迄位病患爱做采检。 但是这个病患无愿意，没有筛检，也没有疫调，也没有隔离，所以这个人就放他出去。高雄市长陈其迈真生气，因为无继续加零，其中一位关键的个案是对新北市文子宫病院出院的病人，登去高雄为何来为厝内的人？伊的状况是伫5月22文子宫病院群聚案头一个发病，高雄这个个案是伫5月24号入去病院开刀。 检验是阴性，5月28伊出院登去高雄，过工文子宫病院就标出头一个确诊。高雄这个个案毋但无互控制着，伊伫6月7号、17号捌2摆回诊，虽然呼吸道的镜头拢无互发现，高雄市卫生局批评病院失职。医院应该以首例，也就是5月22号这位个案入住恩主公医院的前3天作为匡列期间，他应该列为自主管理的对象。毋但安尼，市议员林志宏嘛批评讲，新北市的防疫真凊彩。我服务处庄主任，他的亲姐姐家住在中和，当时也是发生确诊，但是呢都没有得到相关的各项隔离跟这个治疗的作为。 针对高雄讲文子宫病院失职，院方讲一切拢照 CDC 的规范来进行。病人于6月17日回诊，电脑断层发现疑似非典型的感染，建议病人立刻到本院急诊采检 PCR 跟快筛，但是病人均予拒绝。新北市长侯友宜针对这件代志无要回应。 不过，疫情拖到其他县市，伫非常时期疫调控制是毋是应该搁较严格，会使各做讨论。